即係當你睇下呢個表面上親密無間嘅美日關係嘅時候，我哋都會發現佢哋之間完全係唔對等。而呢種唔對等嘅情況就係可以追溯到呢個二戰啊。至於美國又係點樣喺二戰裏面正式確立佢哋呢個霸主嘅地位咧？咁呢個當然就係佢哋向日本投放嘅原子彈啦。因為從心理學上所造成嗰種震撼嚟睇咧，原子彈嘅作用一定係遠遠超越任何其他武器。所以自從佢哋投擲呢個原子彈之後咧，美國就好似成為咗上帝一樣嘅權威。只要佢稍為覺得唔高興，佢都可以喺一瞬間之內摧毀你。咁不過當然啦，日本都絕對唔係無辜嘅。不過問題就係美國到底有冇必要咁做？因為如果我哋睇翻當時嘅情況咧，日本確實係已經冇乜還擊嘅能力可言嘅。例如伊藤貫就喺佢嘅著作裏面引用呢個當時嘅艾森豪將軍喺1945年8月嘅講法啦。喺我哋使用原子彈嘅時候咧，日本政府就係已經喺度開始進行戰敗嘅談判。咁所以換句話講咧，我哋根本係冇必要對日本使用呢種咁殘忍嘅武器。例如當時另一個海軍大將 Daniel Leahy 就話咧，當我哋投下原子彈嘅時候，日本就係已經失去咗反抗嘅能力，而佢哋甚至已經準備好去投降。咁所以呢種野蠻嘅攻擊其實根本係不必要，因為如果你要透過大量殺戮呢個女人啊，又或者係兒童嚟獲取勝利嘅話咧，呢個根本就唔係戰爭應有嘅做法嚟嘅。不過大家喺呢度可能就會提出反駁啦，就話如果美軍當時真係直接登陸日本本土嘅話，咁樣死嘅人就會更多。咁但係根據後來一啲歷史學嘅研究咧，呢個根本就唔係佢哋當時嘅考慮嚟嘅。例如伊藤貫就引用咗史丹福大學嘅歷史學家 B.J. Bernstein 嘅講法咧，根據杜魯門嘅講法咧，本土作戰就係會導致50萬美軍死亡。咁所以為咗拯救呢50萬條人命咧，原子彈就成為咗必要咯。而杜魯門就係咁樣將成件事正當化。咁但係就算我哋真係走去調查當時嘅資料咧，我哋都揾唔到啲咩原子彈可以拯救50萬美軍之類嘅發言或者報告。咁所以伊藤貫喺呢度就繼續引用其他嘅學者。不過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就係唔打算一一詳述。而我諗佢喺呢度嘅意思都已經好清楚啦，就話美國嘅目的根本就唔係要減少傷亡咯，至於佢哋真正目的又係啲咩？咁呢個都有唔同嘅講法。例如有人就話係因為佢哋已經使咗咁多錢嚟研發呢個原子彈咯，所以如果最後竟然唔用嘅話咧，咁樣似乎都幾細。不過點講都好咧，美國就一定唔係好多人想象中咁正義。咁但係由於大家後來都被灌輸呢啲歪曲嘅歷史，所以大家先至會有呢種錯誤嘅印象。